欠債50萬，住工廈，去公廁沖涼。呢個人係鋼鐵大王，後人係錢小豪同郭秀雲嘅兒子，係龐傑嘅繼子龐景峰，出身顯赫，但人生最低潮嘅時候，連一個正常嘅浴室都冇。事情要由幾年前講起，龐景峰與前港姐劉溫馨分手後，感情受創，生活一落千丈，債務纏身，每日打3份工，住喺簡陋工廈，洗澡要去附近嘅公廁。呢段經歷係佢人生最艱難嘅一頁。但係龐景峰冇因此而倒下，佢身為西藏白學派第4代傳人，自細習武，有一身真功夫。喺人生最低潮嘅時候，佢決定押上自己僅有嘅資源，同朋友合資7位數，創辦武術動作特技學校，主要教導體操、醒獅及武術動作特技。當中佢個人押上200萬資金，目前仍拖欠50萬債務，但佢唔覺得呢係包袱，反而笑言自己係企業家，即使打3份工都可以捱得到，我並不算捱苦。呢份底氣係從哪裏來嘅？係成績。道館成立3年，而家已經逐漸進駐18間學校，教導過百名學生中國傳統文化，亦取得穩定收入。由一個人住工廈去公廁沖涼，到而家帶住3間學校嘅武術課程，龐景峰用3年時間將一個困境變成一門事業。生活上，龐景峰最近亦走出陰霾，佢同愛犬已經搬入紅磡區一個大型屋苑，過着正常生活。佢澄清當初住工廈只係搬屋過渡期，搬屋需要時間，新居交通方便，環境舒適，租金又合理。由工廈公廁到紅磡屋苑，唔係一夜翻身，係一步一步捱出嚟嘅。龐景峰話佢好睇好武術傳承嘅發展潛力，會繼續走落去。一個背住200萬債務嘅人，仲可以咁坦然講未來，唔係因為佢唔知道難，係因為佢已經試過最難嘅日子，知道自己捱得過。有時候人生最低潮嘅時候，唔係終點，係轉捩點，只係喺當中你係選擇留喺原地，定係條新路行？你覺得一個人面對人生低潮最重要嘅係咩？歡迎喺留言區同我哋分享。